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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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我等着你进来。Hello, good evening, my friend 讀下先，係咪有人入嚟啊？讀下先啊，收語來啦，活掉了，來掉了，我等着你進來，我等着你進來。中秋節，Ivy 看和平的哇！我等着你进来，我等着你进。谢美富和平亮，哎，听听歌现在。新年了 ，David out，Karen on，Give me five，OK，Roland Wong， 哈，我今天提早半分钟。唐顺 ，Kelly Won，Sentin Hi。今天买个奖 ，Daniel On， 王总，哦，王总，谢谢你，王总，今天带我上去见 W3， 谢谢你，王总，是公交日照啊，兄弟啫，係嘛？哇 ，Hello， honey， so much Chinese New Year， 哎 ，don't write the English 啊 ，cat， 哦，那，點解我真正型真係創過？好開啊！啲海灰嘛，係啊，苗遠，你照去 steel work 海灰，冇辦法睇條個險道嘛，係嘛？有咩檢驗啊？大樹遮陰啊 ！Jesse，welcome， 灰明，打招呼這樣 ，Jennifer， 維斯菜。中國園丁啊，今年恭喜發財紅包拿來 ，OK， 冇問題。泰格林，茄絲菜，Mike， 馮桂儀，譚順，金強，莫松啊 ，Hello， 莫松啊，玉明，哇，嘿。本着，哇！和平亮，你一连续发5、6个子弹，你加入子弹那边啊？加油啊！郑一章好，可以啊！莫松，你Jessica， 熱話看到後腳，點後腳哇470，1分鐘400幾個，如果係1個鐘頭咪4000幾個，唔係，冇咁多，阿啲 OK， 誒飲啤酒啦喂！我8點45分啊，好重係咪？搞掂，細聲啲 ，OK， 阿半。進步啲，靜一靜先。雖然你嘅古箏係彈得好，彈喺後彈咧都係嘈啲鬥嘛，點冇？我9點之前嘅5分鐘，即係8點55分，我就開呢個收咳嘅啫嘛。大家睇到收，誒唔好喐去。你呢隻啊有啊收呢個叫燒咳啊死啦！哦唔喐 hello 好有下事，斬下你阿爺佢啊 hello 冇事，佢唔着喎，你知嘛？如果冇呢個燒咳唔使做噶啦，仲可以做冇呢個？全靠呢個心臟嚟噶嘛？哇！佢唔着喎，唔知係咪俾我撳大個頭嗰個白燈啊？因為30幾蚊嘅平嘅中國貨邊係好貨嚟嘅。哇！我又咪睇鑊咯，彈咯，後邊就拍佢咯，唔得喎，就攞個 test 俾佢
叫一叫個筆，哎，掉，冇食偉哥啊，豈有此嚟啊真係！就知仲有燈，我又以為嗰度塞到呢度塞，唔係喎，係嗰粒撳落去嘅唔會起喎，呢個死冇真係！哎呀呢啲，哎呀呢啲中國貨我都唔敢講，哎呀，真係啊！所以樣樣中國貨好唔掂嘅，我哋講啦，一樣好掂啊，中國妹掂啊，677，哇，677一喺度682啊，犀利！誒，今日開咩字啊喂？又係要去站私窑啦。唉，我朋友打電話嚟，誒，你總數爭咗820，我爭你咁多啊？大佬，臨過年啦，清下數先。得啦，今日我攞翻800俾你啦，10歲啦。如果攞400，咪貼400咯，啱冇？誒，大家醒定啲咁嘅嘢 ，OK 嚇？2000，此刻前進，和平亮識做啊，露水分，人名一直入嚟，係嘛 ？Edward Hall，Edward 719，我聽日就去。我睇下邊度賣好呢啲人，啱啱食家嗰間得一隻款喎，我聽日喺巴剎嗰度揾下，買貓蕉，無驚無險游到9點，哼，去睇下收個自尊試試啲啊，好啦，林美華，哎呀，這個名字好啊，美華，林美華，Sam Yong，Sam Wong，嘿 ，Roy，嘿，晚上好，晚上好。哇！又約嚟捧，誒有今日整咩俾我女食啊？喂，飲啤酒啦，749，哇！片聽完都未 set 啊！來基，呢隻兩角星，買個簾，威斯差，好誒，要一照燈，裝一啖燈。Jeff 依家再聽下音樂啊，誒彈得幾好啊，真係啊！藝星要取水咁嘅啦，千藝國發唔開發啊，唔開發。你話唔上得蒲總，我上啊，其實去康樂嗰度直上蒲總冇事。安阿莊，年28啦，你年28啦，越嚟後生啊！中國貨冇得，中國貨冇得頂，中國貨冇得頂，818啦，我外父門牌啊 ，Andy 昌，恭喜發財啊！恭喜發財先生講 ，OK 啊？嗱，今年嘅 Expo 唔識㗎，就打掉先。Jeff 彭戰夫、Kim Sin 彭、D 吊英收個沖條黑膠過嚟聽嚟，算咩 ？OK 點解 ？OK， 哇！阿燦你英文名江鬼長啊，牛年難從，安那裝 OK， 年28。誒，梗係啦！結婚咁耐啊，唔好話生仔啊，生蛋都冇得生啊！點解？sorry啊，阿老豆，唔係我唔可以生，係我兩個我生啊！呀爺啊，由個旺角啊，嗰啲仔女啊排到去沙田都得啊！阿我哋講。而家你身材好靚，你生咗就走晒樣噶啦，幫你講啊！一走晒樣啊，唔使驚嘅，你老公錫你阿 Ray 我知道啊，佢咁唔錫你，個包頭機香港啊，哎呀嗰啲紅星仔咩紅兄仔全部啊，鄭浩咩鄭咩啊鄭咩啊嗰個做哎呀古惑仔個鄭咩鄭咩係啊一刻忘記飲醉咗鄭浩唔係，你舊俾同邊個？哎呀，不過拍咗好耐啊！鄭伊健，哈，
鄭伊健，掌聲鼓勵。一講到個鄭伊健，佢以前短頭髮，係唔好睇啊，唔係佢唔好睇啊，即係好平淡咁嘛。佢一留長頭髮，哇 ！Peter 啊，鄭浩唔係鄭浩南，陳浩南，黑社會陳浩南，我偶像嚟嘅。鄭唔係鄭浩南，鄭伊健，大佬快啲更正。鄭伊健貓卵柒啊嘛！你忍得我好耐啊，忍都係忍啊！鄭伊健啊，幫梁詠琪拍咗好耐啊，後來變心又索咗邊個？蒙嘉慧啊，哇！哎呀，蒙嘉慧啊，除咗個姓蒙嘅都好啊，啊，乜嘢都隻眼開隻眼閉嗱，Anna 莊又係咁啦，隻眼開隻眼閉啊！阿女我頭先講嘅嘢你知道啊？我要包機過香港。就嚟1000啦，就嚟1000，好快1000。地道探孫，張貴陽，又係陳浩南，係陳浩南嘅天地會嘅主席。天氣熱我都忘記沖茶水，coffee 節。呢？鍾小月揸事黃遠發5人35開3仗，唔關嘅事啊！國仔這邊。1人1，我來了。我2000，郭強林，陳浩南，鄭浩南都有一個啊。哦，係有個鄭浩南，係冇錯。嚟個馬來西亞又係古惑仔嘅。廖耀照，Lovely Chin，耀年行太遠，盂蘭生輝，係盂蘭莊。我必剔，唉，裝眼鏡嘅又我必剔啦，裝亮天，啊，好啦，哎呀，中反所有啊，係做添啊，先來啊，做天地會陳近南，呀，我哋掌聲過嚟喂，我兄弟嚟噶，兄弟 ，Whisper Song， 兄弟多謝你，陳近南係啦，咪陳浩南。現在個何君威超來錢，好價超來錢，叫咩要不4分做2萬8 3種啊，spare 6棍比較少，雙手畫有冇3棍？撳過嚟，再撳到3棍過去，總共6棍，6棍咧搞埋一棍開去啊，7棍。Steven Fan， 譚少雲。曾靜杰，時常 Facebook 有看到他名字了。CW 節目送叫3叫來，入到佢波來。我等着你進來，我等着你進來，你進來，你快點進來，你不進來，我掉你頭海。你不那種情，支持下去，我談的友情歲月。嘅，鄭伊健友情歲月，鄭伊健。你不進來 ，Sam 莊西瓜一組。哎呀，真係別火幾多年啊？要7年、8年都要啊！要反水一西瓜一炒豬肉渣咩？哎呀 ，Sam 莊你進來的。你不進來，我掉你拖鞋，即係你唔入嚟咧，我掉你拖鞋啫，啱冇？掌聲鼓勵，恭喜發財啦！啊 ，Peter Mixman， 你莫有路，你看到後面有兩條路啊，嘿，有路啊，啊，有路啊，我要寫嘢啦，睇下喂，聽下寫嘢。劉威，我話唔是啊，唔是射多2槍。我後面今天我都覺得會看到後面有多2個路啊。我跟你講，嗱，
我这个是算是左边，这算右边，右边是金鹿来的，左边是梅花鹿。我给你，你这样看下去的啊，你们看一下，先望看啊，是左边的鹿高呢，还是右边的鹿高？啊，你看一下。啊，我们松该不列林是讲哪一条路高？左边路高还是右边路高？原来廖志勇，有几高？我不是讲有几高，有多高？对，两条路是哪一条路比较高？就梅花鹿高啊，还是金的鹿高？黑鹿高，掌声鼓励！是啊，他很更厉害啊，彼得，他讲黑鹿高啊，金鹿高，对，金鹿高，掌声鼓励！我跟你讲啊，金鹿高就是鬼佬的，黑鹿高啊。就是非洲的，呀也真的鹿高，你的鹿高那个鹿高，哎，演上是蛮高，原来是蛮啊。你知道我很风流的，但是我不下流啊。我曾经有，我先讲啊，我老婆睡了，不要紧啊，她睡了。哇，我不是讲我讲我讲我一个朋友了，朋友，他西北风流的，你知道吗？哇，几个老婆啊，他妈的，1、3、7、2、4、6，没有得休息的。前几天我讲话，1017，好，恭喜发财，好了，有一天呢。他就唔掂了，你知道吗？他小弟弟就唔掂，吃什么鬼药都唔掂啊，不能我把喝了。哎，听说非洲啊，非洲有一家医院可以专门跟你换这个黑鹿膏了，他就去了，他连夜就包机过去，哇，去到那边呢，一进到医院，那个雪柜冷藏一打开，哇，全部是。hitam manis， 哇 ，signing， 哇，几十条、几百条任你选啊，这是黑鹿膏来的啦。OK， 他只选到一条跟他差不多的啦，有6寸多、7寸的。OK， 3蹦下去了，就回了。哇老，一回到马来西亚呢，几个老婆哇，天天都找他要，哇，老公，你真係犀利啦！你乜鳩嚟咁犀利嘅？喂，哇！但係唔知係咪用得多啦，黑鳩晒咁啊！佢老公又唔講氣，走去換啫喎，好排蛇啦嘛。好啦，跟住我另外一個朋友，啊叫咩名啊？咩啊嘛？英文咩叫咩啊 ？Melvin 啊 ，Melvin 就問佢，喂，咩啊？Robert， 你咪好唔掂嘅啊？點解你而家3個老婆？咦，最近又揾到2個契家婆，你好犀利喎！你係食咩藥啊？介紹我食。哎呀，邊又講 Melvin？唔係食肉嘅，真材實料嚟嘅，哦，真材實料啊！個電視黑咗就死啦。OK， 我同你講啦，去非洲嗰度咧可以換啊，你嗰個黑鳩嘅係咩？你俾地址我即刻去。誒，結果名又去喎，哇！真係屎鼻交啦，佢揀咯，一入到個醫院嗰個冷凍。freezer 個冰凍嘅雪櫃揀咩啊？又全部黑碌鳩咧，冇金碌鳩咩？誒，發現一條，哈哈，好嘢！呢條咧6寸，同我差唔多，顏色都一樣。好啦，就換咗翻嚟啦。
換咗翻嚟唔到1個月，呀聲啊，唔用得冇傷啊，老婆都走埋添。哎呀，agak lah orang Jawa pada tiao loh，這個人樣咧，超前一就Robert咯，喂，Robert，你又話你換咗好掂嘅，呀爺啊，我換咗翻嚟，老婆都冇埋啊，嚇？點解？你幫我問醫生，唔使問啦，醫生就摸俾我睇下，廁所我哋兩個廁所，俾著，阿咩邊？而博夫咩人看啦？阿咩咩博咯。Robert 一看，屌樣哎屌，咩邊後間5間，你都間咗爛點陣，一條連貫，你叫埋牙條來嘛？屌呀屌！今年嘅 SOP 咧有新嘅 law， 唔係政府設咧。遐收講係自家識咧，看到親戚朋友去拜年新年，而講，新年平安就好，冇太上香，恭喜發財，發啦發啦發啦，發噴到口水滿天飛，COVID-19 病毒啦，滿目都係，係嘛？嚟到啲，車省講，Peter 新年平安，Peter 一個大家平安，呢個人太省講。哇！香港發啦，發啦！你都掉狗嘅啦，掉都唔似愛，閒年睇唔講，所以噴口水，來句2、3叫啊！而咩116咪好，日日生鳩啊！好笑啊！未聽過咧。要講唔係咩講粗話，係講笑話嘛，撞晒故呢邊係？係啲毛講有啲紙咩乜嘅難化喺就係毛講咧，你咪笑我咧，毛講啲毛講，係掉下政府啫，係嘛？金槍砌金槍啊，砌金槍嘅正金槍都行咗車啊，喂，見你講。客家人有句話，我都聽咗幾10年嘅咯，創條歌啫，乜講的，創條歌啫，連個弦都是嘅，而且呢用心良苦，新年歌很多有版權的，南方啊，立峰啊，很多黃興啊 ，BMG 全部的新年歌，他們都買去做版權的。是寫一首音樂，我又看到那個 WeChat 裏面有2個，寫歌詞有點像我的別派哦。那首歌是嘻嘻哈哈噔噔噔噔噔噔。他講今年2020年、2021年大家都怕中肺炎，出去外面很危險，不要來我家拜年。我家沒有買肉乾，也沒有買龜甲白。要給紅包又沒有錢，依我的是最方便，我改了，掌聲鼓勵。哎呦，來，放音樂來 ，Peter Salman， 我自 program 了 ，Go。今年2021年了，大家都怕他中肺炎，气氛很危险了，不要來我家拜年。我家沒有買肉乾，也沒有買對咖啡，給紅包又沒有錢，不要來我家拜年。如果真的要拜年 ，video call 是最方便。如果要給紅包，以我的最方便。2020的新年，不要看到你的臉，噔噔噔噔噔噔噔，活過全家進醫院。如果真的要拜年 ，video call 是最方便。如果要給紅包錢，以我的最方便。2021的新年，不要看到你的臉，如馬，不要來我家拜年。
恭喜！听是1分多钟，你那也做起了3个小时、3个半小时，没办法啦，为了躲避这个版权200块，啊，大家知道我用心良苦啊，哎，啤酒不要买了，已经够了，哈哈，真的是够了的。Peter mix man OK 啊，卖香北派啦，庄秀清，卖香北派，阿香干那塞，嗰2年讲我 OK 啊。我想到一些炮仗锣鼓，那个咚咚咚，暂时还找不到这个嘎顺在哪里啊？不要紧，慢慢找，总有一天呢，我可以的，掌声鼓励一下。嗱，啲客家人有一句話。大家聽咗幾十年，後善有後報，後財受爛咒。點早前報紙啊，報紙賣啊，寫到呢個呂宗偉贊助呢個平板電腦啊！佢哋話呂宗偉挺火，淨係挺你個肺。呂宗偉係運動家嚟噶嘛，佢啲唔係政治家。我話有人叫阿元首啊去咩啊？地墮他的拿督銜頭啊！你冇腦嘅。因為李宗偉為我哋增光啊，咁送佢咪送多啦，50台啦，因為佢係拿督嘛。點解？啱冇？佢只係一個打羽球好犀利嘅一哥，佢係大山腳人啊，大刷卡能，撲肩抹得針。哎呀，送50台平台，50台嗰啲平板電腦俾個窮苦子弟啊讀書。他從小就在大三角長大，對不對？他現在成名了，取之社會，用之社會，偏偏有些人好多眼屎啊，你阿爺佢樣真係眼紅啊！如果以我的我收到很多錢，我也會捐給Bukit，不是Bukit Peranduk啊！我送一家啦，一家的整1000塊，那天我跟高老買了。1040塊了，還 discount 給你，我也會做到。但是你要記給我的，不是50台了，1、2台，你送我1台，我自己貼多1台了 ，OK 嗎 ？OK 嗎？啊 ，OK 啊，這個政府啊，我詳細講俾你聽啊，啊，點樣唱啊？要燈歌啊！我哋嘅政府越嚟越燈，搖嚟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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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燈，搖燈搞到我頭暈，亂唱。我隨便罵一點啊，這個 TMT 啊，這個 TMT 這個房長，我沒有罵了，我沒有罵，我講 TMT 代表他媽的 ，OK， 謝麗你好，他媽的這個房長啊，一起賣沙俾你，周兩義講 MCO 啊，選完期間5碟堂食唔可以堂食，唔可以堂食喎，害到我老婆今朝一早揸堂買俾睇住北室排隊。排到成個鐘入去買菜，翻嚟打開嗰個車門俾我睇，哇！後邊個錯包塞滿晒嗰糧食啊，5、6樣菜啊，芥蘭啊、白菜、黃芽白啊，乜鬼菜啦，番茄啊、矮瓜、老黃瓜、紅蘿蔔，幾大袋啊！魚蝦係啊，魚蝦仲有雞啊、炒蓮啊、鴨一大堆，成條豬啊冚家拎，剩翻個豬閪冇賣啫，差唔多成條豬都賣晒。哇！我老婆，我問你買幾多錢啊？老公好少啫，買700幾啫。哈！700幾喎，但係唔係700幾嘅問題喎，又害到我走去電器鋪買多個雪櫃個 free ship，
又加咗700幾。如果唔買咧，嗰啲嘢點擠啊？擠邊度？擠屎坑啊！屌真係，哎呀，真係呢個政府啊，5時花就學到啦6時變啊！我好友啊，達德女啊，又鬧噶啦，加呢咁波啊，跟你鬧個抄車牌。你睇下，而家又話可以啊，可以堂食。你一咁可以堂食，嗰啲酒樓我又冇買到貨，堂食食你老母堂食。嗱，跟住又入貨，聽日又話哦 ，sorry 又要登啊，丟嘢啊，唔係啦，唔好掉人到。哎呀，自己講到點解會咁嘅呢？嗬，冇腦嘅咩？嗰啲人又話讀咁多書，攞咗博士，哎呀！讀馬拉書都係爭啲噶啦，啱啱污柒佢啦。最好係讀鬼佬書，讀英文。我英文唔犀利啦。有個電話叉入嚟啊！阿星係邊個嚟啊？邊度有人叫叉？係咪呃我噶？有嚟？要呃阿叔啊，呃唔到啊！10點幾啊，有個電話，一個男仔好斯文嘅，講華語啊。Hello， 請問是張先生嗎？是啊，什麼事啊？啊，我這裡是 Citibank 打來的，我想 confirm 一下你的 Citibank 卡的後面4個號碼 confirm 一下 confirm 我講前2天還你的嗎？還了嗎？不是，我要你後面的4個號碼不了。我一諗呢條友，我頂你嘅肺啊！咁都呃到我幫你講4個號碼，仲得掂嘅？你話係咪？Sorry啊，老兄，這個東西呢，我比你更熟啊！馬上扱電話。俾4個號碼就玩完咯，但係冇相關啦，我都爭Citibank20幾千分3年俾啊，真係冤枉冤交枉啊！一個月還1200蚊啊，每個月利息180蚊。我幫我管理財政，我心抱一下還清佢啦。點還清？你都冇錢點還清？唔係，我做多幾個月啊，醫我都有10幾千嘅。你係想啊？嗱，講到食啊，如果大家要幫我還債都得嘅，啱冇？救人一命勝造7級樓梯，直上啊！你哋會平步青雲，你救一救我啦！啊，神啊，救救我吧，陳小春！你睇人哋台灣啊、香港啊，嗰啲藝人都好有感情、好有義氣嘅。你睇下呢個彭卓卓喺台灣爭咗你幾千萬，幾多人幫佢啊？而家黃明志又過去幫佢啦，拍一個 video 都唔知俾咗幾多萬啦，我唔知啦。黃明志咁多錢，咪俾啲人哋咯，啱冇？代表馬來西亞人好。嗱，香港嗰啲一樣嘅，好多咩漢啊咩好撲街嘅，都係唔掂嘅。嗱，好多慈善家，第一個劉德華，第二個古天樂。一流啊！掌聲俾佢哋吓。劉德華，而家我諗起劉德華，哎呀，我真係中意嗰首歌噶，百撐不厭啊！搵下喺度冇喎，好亂啊！我冇一個助理，冇助理，佢歌詞都掉邊度？算啦，OK，阿修哥嘿要了，殺姑來變劍條，唔怕我本元宵，係講跳出乜都都冇。清唱啊！跟你流活操車牌發啊！單位聚寶盤邊個嚟嘅？我認你做溪爺，
这部分什麼orang pusing？ 最寶盤係今日仲要入嚟嘅。最寶盤，你知道我電話叫咩號碼喎？0193387076，記得啊！飲酒啦喂！唱首歌叫做恭喜恭喜恭喜你。每條大街小巷，每個人的嘴裏，見面第一句話的就是恭喜恭喜，又來咯！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都看唔起。哎呀，做個客揀嘢，睇到公司即係公司嚟咯，銀行啊，還有保險，好似那種慘事購買 cash 啊，6000Q，叫咪過2千啊，收工一查出嚟，呢要買一架奔馳太升啊，哇，坐奔馳睇，嗱用咧見到即係4000呢，牙痛查就好咯，你個實質很多把個難交叉，你咩難交叉？那個細筆腳啊，筆腳係嘛？啊，筆腳。哎，掌聲鼓勵啊！真的，這個鄭國亮很遲才進歌壇呢，現在買車了。等一下我要講了，因為公司好嘛。你媽哩，satu Malaysia。Tiap-tiap jalan lolong, tiap-tiap orang murut, nampak mulut pertama, nampak muka pertama, ialah kongsi-kongsi, kongsi-kongsi-kongsi ni, kongsi-kongsi-kongsi ni. 誒，咩嚟㗎？喂，大佬咁多咩 ？Why? I don't know. Hey, I don't know you talk about what? 啊，你係縮夠啲，所以中國貨嚟啊，我試啦。Hey, don't talk four to me 啊！啊 ，you be careful, don't play 啊 ！After I fuck you 咧，OK。恭喜恭喜恭喜你呀！孔雀明啊來，咩啦？賴國文，來，謝謝你啊！來啦，而家唱廣東嘅啊。Covid-19 激氣，冚唪唥生意收皮，報章以沙比利嘅新聞亂咁放屁，要得有鬼亂咁嚟啦，好多餓死唔出奇，要得有鬼亂咁嚟啦，好多餓死唔撚出奇。呢啲歌其他歌星邊度會咁樣唱？哦，三生 Happy 三生，係佢哋唱得好靚，我都係佩服佢哋。哇！啲音樂幾靚啊 ，stylist 專調。又是花恩惠，夕阳西沉，在我眼里出现一个人，到如今走过的日子，只为了怀念心灵的人。忽然听见你的声音，向我这里飞奔。哇！真係唔好搞啲平嘢啊！要開又冧嘅嚇，係終於夠嘅，係終於夠。30研究，王秘書會找我嗎？他找我跟他講錢了，就吃沒有這樣好了咯。你看，縮掉了。
Fuck you 啦，要 go up 啦。Hello，死啦！而家講嘢雙重聲了，唉，怎麼會這樣的？太鑊，聲音差很多了咯。你看兩種聲音，有合音的。哎呀，潮州人不了，這是。哎 ，get out 啦 ，please。我撳乜第二隻，又唔敢撳第二隻。Hello，加埋 ，hello，係咪兩個聲啊？一個高一個低係咪？哎呀，別得啦，所以東西不可以玩的。我左呀，啊 ，hello，死咯，呢班。hello 啊，唔好喐佢啊，又一嗌掉呢東西。哎呀，即係咁多呀，總嘅科，用總嘅唔係貓狗掉嗌掉。OK， 哎呀，平安過今晚日，聽日買班打來 spare， 看你們咯，哦，我知道 off， 他那個 button 不會跳啊 ，Jordan 用 ，all right，that's right。一生勞佛，撇他了，鍾玉祥、廉善輝、客家皇帝係王字，國王都死了啦。你背後的路係咩啊？等一下我介紹我背後的路。一個大多數送我 Coco、Moni Lim、Monica、梁 Jenny 來 Top 3、Top 4。講東講西，講西講北，生意做唔切，生意我都顧問啊 Peter， 阿爽忙起嚟，阿爽慢慢談誒，而唔對路，而打電話嚟，秋哥，一陣唔得講，一陣唔得唱，rap， 哎，在歌壇50年了，他媽的唱得很好，一首新年歌啊，喝酒先，來。那是我製作，好像是黃小菊的禮服。正月裏來迎春花兒開，迎春花開人人愛，迎春花呀處處開，心呀幸福來，幸福來呀幸福來呀，大地放光彩。迎春花開滿了大火柴，嘿嘿，那麼呀呼嘿，齊心合力盡灌溉，哈呼咿呀嘿，阿彌陀佛，唔是算無來地主無在。所以我批評都很多叮咚寫的歌。還有莊學忠啊，那個姑娘她奶頭大。今天昨晚上他打電話給我，學忠，你有聽到我講？實際上我們在歌台沒有啊，我都沒有空，我在結賬。其實結什麼賬？因為那天我跟那個美珍香做那個帶貨啊，很多錢進來了。哇，你都好咯，總共多少？哦，連賣貨連唱酬4-5千，哇，4-5千啊！掌聲鼓勵啊！你看人家一晚4-5千啊，你阿爺我做咗8場啊，不到2000的以我的。其實我錢多錢少夠用就好，茶好茶壞，行得就好，老婆好壞一隻就好。嗱，
我讲的庄雪中的那个姑娘的来头大，有首新年歌啊，新的年头，新的年头，那什么歌名去了？我又听到今天，他妈的，这么过年一定要换年头，是不是以前的年头黑黑，换个粉红色的？新的年头，新的年头。迎春花啊，对了，迎春花，迎春花，咱们大火灾。那时候老板还在旁边，王林正是，喊我切了。哎，王小军咬字一流的，迎春花，咱们大火灾，还有转音大火灾。我讲你怎么样转就大火灾了，火烧屋啦，对不对？老板讲，哎，是哦，少林讲的对啊，怎么你还唱人家大火灾？不行，这种歌词水的不行不行，我改咯，改什么？大火，老板，大火不是很多人咯，好多人一齊咯，就改迎春花，咱们一起摘。你听到唱片，他是唱一起摘的。奶头大，奶头大，可以好吗？鹅卵炒饭啊，小给免姓小一条，鹅卵炒饭，没人来以事论事。OK， 这还不要紧。他唱到啊，迎春花呀，处处哎，正月里来迎春花了，迎春花开，迎春花开，迎春花呀，处处开呀，醒呀醒不来，他妈的！哎，说的是醒不来哇，醒不来呀，醒不来，那死掉了吗？你就长眠了咯，对不对？醒不来怎么办呢？人死了醒不来了，就买副棺材放在大厅了。大厅放光彩，你会做个制作人这样容易啊？我管你什么大牌歌星、红牌啊，你咬字不清就不清。庄雪忠很服我的，掌声给他一下。这样的歌星才有进步。阿發你不會英文的啦，阿發我講咗英文俾你啦。我哋華人啊，嗰個師傅攞個長長嗰啲忽啊，你過年你行到去神廟嗰度，佢就忽你噶啦。忽唔開忽 ，I 忽 you，I 忽 here， 忽地唔開忽 ，I 忽 you。還有什麼？還有一句大什麼？我不知道，我就发现到这样啊，因为我的大火灾，知道大火灾了，就变了一起灾了啊。后面呢，迎春花咱们贺礼灾啊，贺礼灾就对啦，对不对？贺礼灾嘛，这不人家大火灾啊，弄到你澳洲啊、美国啊，史上大火，哎呀，来了，这首歌也可以的。用華語來唱啊，就幾順最好聽。但是用我哋客家話嚟唱啊，太過啲詩人啊，唱唔唱得啊？恭喜你，恭喜你，恭喜你，恭喜你！咪啲慘咯，點樣嚟調？恭喜你，恭喜你，恭喜你！共同茶啦，共屋卡啦，錢水冇得花。很多啦，夠了。真係恭喜你，恭喜你，恭喜你！共同茶啦，共屋卡啦，共卡啦，共學費啦，共保險啦，錢水冇得花，冇得花。阿婆馬上唱啊，叫埋一唱，掌聲鼓勵。唔該兩位。點多兩個人？大追下啦，李宗翰就是咯。这个姑娘她来头大，细细唱来，
讲完这个迎春花，哎，我唱阿婆买唔出来，我找，今天呢，阿婆买唔出来，我写了几个小时，好像4个小时啊，呀也，所以以前年轻不要学习，一直指挥人家，指挥这个啊肌肉，我弟弟，这样录音，别的录来，给我多点啊，加点 delay， 你不要 delay 啊，delay 不是 reverb 是这样，然后，我要那个，这个 delay 你知道吗？我都给我讲下，现在会了，现在还练功来，呀，今天，哎呀，长江后浪推前浪啊，弟弟天才推哥哥，我给他推到不点的了，不要喝这样醉，所以朱威令，不是谁写的，不要这样醉，朋友，我老婆都不管我，你管我哦，来头大朱威令，怎么会出蓝色一排字的爽哦？少哥吃饱了吗？他妈的要宵夜了咯，9点了，10点。李生，来，我找阿婆买出来，所以，看我 set 的歌点啊，国亮也听一下，还有 Peter， 阿婆買鹹菜 DIY， 對啦，注意啊，先掌聲下，將近 ，Alright， Jam 不動啊。要哪里找呀？要转角，还有点不交。用辣椒、胡椒、姜、番薯椒、鱼蛋、阿叔、毛椒、萝莉咖椒。有辣椒进的小肠，辣椒爱流米，在那喊着那红辣椒，还有金馬倫辣椒。我買熱超來，太古傑潛生菜。黃瓜捱閩台，見馬倫爆菜，買5D boy，挑牙扭陳菜，阿妹記上愛，要潛豉油菜，冬菇結唔愛，喂阿婆買鹹，我買日來，要陰咗要必瓜要劍㗎，冬瓜絲瓜都甜得毛啲炸。上木瓜、老黃瓜、葫蘆瓜、威惠仙，你都上幾多毛菇㗎？要新化爆吹法唔氣晒，愛了三馬人嘅都毛了沙，同新鮮鮮來個嘛 ，Come on say， 我買熱超來，太古傑潛啊生菜，黃瓜係閩台，見馬倫係爆菜，買5D boy，挑牙扭陳菜，阿妹記上愛，要潛豉油菜。冬菇結唔係，喂，阿婆買鹹菜 ，good 啊 ，man， 可以買日來，要靚貨，要校貨，要船貨，Q貨，還要愛要挑料貨，要鹹貨，要順貨，要潮貨，青貨，超貨，麥嗰啲變豆貨，豉油貨，日本貨，總結貨，船貨，Q貨，那是啲外地貨，總結人指示總結貨，我買熱超來，太古傑潛啊生菜，黃瓜係閩台，嗱見馬倫啊爆菜，買5D boy，挑牙扭陳菜，阿妹記上愛，要潛豉油菜，冬菇兒唔愛，阿婆買鹹菜，阿婆買鹹菜，阿婆買鹹菜，個菜冇掌聲啊！OK， 我收到风了，音乐比较小声一点，很大声了，对不 ？OK， 可以大一点。OK， 谢谢你，谢谢。80S1 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你以为我真的会唱这种新年歌吗 ？Ken 啊，点台。那种 OK 啊，
，thank you very much。阿桑，不管是你是阿桑也好叫招嘅，看到音樂睇啲啊，謙善朋，床燈都唔多跌，同向雞煲做都向實咗啦，蝕咗3000幾蚊。點解人叫我唱呢個曉你飛刀咧？咩曉你啫？18萬點最 carry on。羅文嘅歌，要唱羅文咧，今晚最啱噶啦。羅文唱歌帶多咗鼻音啊，雙風嘅聲，好似梅艷芳啊，咩鳳啊，咩小鳳啊，咩小鳳？林小鳳、蔡小鳳、黃小鳳，唔係黃曉，葉小鳳，唱順流逆流嗰個咩？楊小鳳啊，一言我知，徐小鳳，徐小鳳，一講到徐小鳳咧，我就諗起羅文啦。先輩。難得一身好本領，情關始終闖不過，有情蜜意，連飛都總那無結果，唔啱呢個。流水滔滔斬不斷。情是百結衝不破，刀鋒冷，熱情未冷，心底咩鬼？心底的啲難過，梗係忘記少少噶啦。無情刀永不知錯。無緣分，只嘆奈何。面到死啊，乜啲啊不會驚怕，離別心凄楚。呢首歌最好聽，後邊嗰兩句大家都一樣。人生幾許失意，何必偏偏選中我？刀鋒冷，熱情未冷，相識乜鬼啊？相識相識更是難過。有咩好難過呢？係咪？不求天長地久，只長曾經擁有。阿太子倫，我今日忘記攞你嘅獨家嗰個私房菜，唔得閒。我聽日太子園攞，太子園嗰個 food court啊，大家支持一下。哇！佢呢個辣椒醬咩辣椒醬？辣椒醬自己提煉啊，叫做倫少私房菜。哇！你食咗呢個辣椒醬，你乜醬都唔使食啫，真係好啲加料。哇！入邊嗰啲蝦米、辣椒，仲有辣椒油，知唔知擠咩香到都冇得頂啊！太子倫少，咩而來啊？太子倫少，而家拿督啊嘛，過年咩一隻來啊嘛？先話樣啊，樣。阿 Sam 同阿倫少啊，頂個罩子鏡，係撳6杆。每張嘢送一個，恭喜你發財，恭喜你精彩。好啲嘅跌來，帥得照下佢。劉德華真係好嘢啊！香港咁多流行新年歌，除咗許冠傑嘅隨順都唔使講啦。跟住阿倫又唱一首恭喜發財，喂，恭喜發財又唔錯。後來劉德華呢首，佢寫嘅歌詞好順意啊，容易記。愛了沒有？命中有人今生殺的你，永遠不分離。
一些尚未知己。我记得啊，水书逢。Kita tak sama, walaupun benda bersama, kita berharap boleh jumpa lagi. Đâu tất quả công ai không cái mặt trời, ai掌聲啊！只在乎曾經擁有，不在乎天長地久。係啱嘅啊！恨你更深，我有和他喝什麼？喝茶。上個來一首冇得回家鄉，咪喺嗰來以為係爭啲咩？去衝咩？冇你進家鄉咧最遠望啊，真係好遠望。冇你進家鄉咧遠高望，大家都遠高望。冇地出家鄉，大家遠高望；冇地進家鄉，都遠高望；冇地進家鄉，遠高望。你叫我唱，随便唱一下咯，对不对？1個小時了，今天的人數1381、1388的好，要緊啊！我都跟國人講，我不知在很多人來的。多人有没有？对吧？明明名字又看不到，很多人没有称呼到，就走了。呀，收過都唔掉咁嚟，咩啊？即係看唔到，哦，兩係要看血啦，尊貴了，冇人講啦。歐陽靖強，哇！歐陽西毒啊，歐陽啊，我識歐陽嘅，我那是幾個歐陽吧？歐陽啊！咩歐陽清啊，朱麗珍啊，朱麗珍，我嗰日講睇你嗰啲3級片喎，搣頭陳數時佢又入咗嚟，掌聲鼓勵。啦，安姑父，蕭鳳燦，今日做 N 阿莊做2個鐘好啦。好攰啊！王迪強，嚟陳美蓮啊，陳美蓮，唉，做咩先？講咩咧？我要諗個題材嚟講啊，大佬唔係啊，講係講啊。要你揮動咪唱咗啦，又曉你揮動，要你揮動啊！好啦，好掂。從去年的 MCO 到現在，看一下，等一下，啊，講個很真實的故事，講到唱片老闆，放一點音樂會好一點嘛？好像。I try my best。OK 嗎？這樣講到唱片老闆，我應該是最多的唱片老闆了。我講，從立豐出來去到好時代，好時代又轉去這個大家樂和正音樂、正音樂，大家都知道大家樂、正音樂是兩兄弟來的嘛。啊，後來又進入是創意唱片，只有池裏創意唱片最後還欠我3000塊沒有給。阿妞，如果聽到阿妞，你1窩都給我，一半錢都好了，給我過年。阿妞啊，創意唱片在馬路裏以前，很多人不知道創意是什麼東西啊。阿盧喜歡你啊 ，OK， 聽我一講，6冠啊，來，同時呢，我去創意呢。又搭上個20個喎，哇！2間公司一齊做嗰啲童星，幾多童星啫嘛？創意嗰度有咩四什麼4000金啊？呢度4朵花，哇！犀利咯！嗰度七仙女，呢度吳福星，啊呢度黃雪晶，嗰度莊全師，哇！差唔多30幾個嗰啲童星啊！我一手包辦嗰陣時，我真係犀利啦！老師話幾靚嘢，坤啊！好啦，結果咧。98先啊！唔知
我就廿個啊，唔知我衰啊，佢哋衰或者係我當黑啊？依家唔到3幾7、8年，98先執笠咗，燒肉鐵咩？執笠咗啊！唉，唔知佢真係，我唔知咪湯豬凳嚟嘅，啊！結果咧，最後最耐啊，有個黃星啦。差唔多10幾20年黃星，結果又係打包。我仲入過一間唱片公司咧，佢係咩公司嚟嘛？唔講你唔知啊，講到你心思啊。佢係南方唱片。我話心諗啊，呢個南方會唔會好似學其他公司咁去西方啊？因為南方。東方北方，前有幾點去啊？佢9點去巴士行啊，9點幾 ，OK 啊 ，OK 啊，好啦，哇，到今時今日，佢南方仲企得穩穩喎，哇，又好驚講啊，好驚講，穩着未婚啊，好嘢，好嘢。嗱，佢呢個老細叫。啲老細係奸嘅，唔係，sorry 啊，佢係姓奸啊，姓顏啊 ，Mr. 奸啊，佢唔係奸，佢唔係奸 ，Mr. 奸，顏華益啊，華人的華，利益的益，顏色給顏色你，給你看顏華益。哎，我去過他 office 簽過，那時我錄那陣。呢啲收咗工最好快啲翻屋企先，揾一班 friend 檢視當出嘢癲，今晚正食之後要揾多幾個 friend 到啊黐線，黐鳩線，當辛苦啲。跟他簽約，誒，我看到他有人送他對聯的嘛，這華什麼什麼益，什麼什麼什麼南什麼坊，誒，他那個華益，他改了哦。本來是利益的益嘛，人家跟他改華裕哦，名譽啊，華裕啊，我看一下，如果你這樣改華裕，遲早像我以前老闆這樣的去西方，我不敢講，我也不敢講，我偷偷的講，哎，你在幹，你的名譽啊，你是保不住南方的，利益，你的。干南方利益才能夠養活一班伙計嘛！風水先生呃你10年8年，誒，他也相信我，用回華裔。那你看南方到今天，唱片界沒有一間可以跟他廢了。從去年 MCO 到今天。整個娛樂界冚唪唥撲街垮下去，南方也有虧錢，他虧得起，賺過大錢嘛，虧小小，為什麼要緊？誒，但是老闆他喜歡唱歌，喜歡這一行喎，去卡拉 OK 啊，你阿爺要搶到麥不要放的喎，到底你有沒有唱嘛？給我練下，哎，給你唱啦，給你唱飽了，而且呢。南方的專輯啊，這個 MC 還每個月還發片哇！哇，為兄弟說唔加事，還是發片喂，到現在都沒有裁員，啊，也沒有減薪水，這個才重要。掌聲鼓勵。養兵千日，用在 MCO。為什麼他不敢裁員，不敢減薪水？我跟你講個秘密啦，秘密啊！因為他有很多姨媽姑姐啊，還有外家的人啊，你敢炒他們魷魚？老闆娘的親戚不給你進房睡，你就知道你在幹。哎呀，那公司成功也要靠員工啊，對不對？要靠員工。Mr. 幹最欣賞什麼？張少玲了以前，現在我出來了哦。他不是炒我，我自立門戶。他現在有個曾國亮，
很像诸葛亮一样，掌声鼓励。我又负了他，曾国亮整家人在里面吗？曾国亮、曾金亮、曾国金，他爸爸联购音乐家啊，就是他一个，他肯学，哦，他什么篮球都学，什么篮球不是什么鸡巴的学啊，不是咩喺度买个鬼都好，哇，又是录音师又设计师，哇，整个公司给他做得很成功，哇，这 Mr. 干西北欣赏这个诸葛亮，他的英文叫诸葛亮挺走。第一，他有头脑，他把南方的产品控制的哇很好，很多歌星他栽培的嘛。是啊，如果王小军我带进去我制作啊，没有这样红了。谢谢国亮啊，王小凤，哇栽培到是在白金唱片了呀，升个幾十張啊！我就問：誒老闆，我幾時有白金唱片啊？有白金啊，等你死咗咪有咯！有人啊，有！哎呀，我不是沒有出口啦，我是一點點啊，我沒有講到器官啊，今天。哎呀，所以呢，那老闆呢很欣賞他。叫他放心去做，他有在一天啊，还站住南方啊，都不会放弃南方，除非阿甘去了西方。阿甘，你讲我给白金，我都讲你西方啊。哎，人终归总有死一次啊！哎呀，讲下 Mr. 干啊，他今天下午特别叫国亮送一瓶 whisky， 还有一罐鲍鱼，我放旁边，我拿来给你看一下，真的太好了，老板对我，看一下啊，叮叮叮叮，南方45周年，百花齐放，感恩相伴，谢谢老板，我还没有看啊，那里面什么 whisky 啊，小凤凤也是哦，喂，小凤不是我带进去的。哇，阿曼 ，what is this 啊 ？Old part 呀，升啊送啊咁老嘅酒 ，Superior 18年，哎呀，18年老闆謝你，18年啊，18歲啊，18歲都卜脆，飲咗都唔會醉。有句鮑魚睇下，林啊，摸下睇下。我嘅飽嚟喎。紅燒南非新海記，睇下，大佬，我朋友買鮑魚啊，100蚊3罐㗎，因為啲火我，佢話100幾蚊1罐，我都冇咩信啫。而家鮑魚 cheap 到鬼咁，全部麵粉做嘅，大家都唔知道。而家仲平啊，太子苑嗰度啊，91溝7 4罐任你揀，嚇5頭包、6頭包、10頭包。清湯、紅燒任揀啊，都醫療啊！哎，老闆，這 whisky 是不錯啦，這鮑魚100塊3罐啊！我講1003罐哦，還有2罐呢？哦，少哥還有2罐呢，連3吃完了，我們一家人吃。我幫你講，孤寒嘅人都發達啊！好似我哋啲唔孤寒啲，我老豆唔孤寒啊！日日嗰邊炒寶請嗰啲豬朋狗友黑社會，臨死都賺仲爭1000幾蚊啊！4兄弟去還，唉，還到仆街嗰時，一日將我做8溝成工錢，唉 ，my god！ 第3罐、第4罐，철수講得不錯啦，我講話講，但是要做功課了。燒鹵肉飯啊！哦，喺太子嗰間係咪？阿倫少鹵肉飯，哦，太子有間 food court 叫 Easy Go Easy Come， 係啦，玉蘭燒玉蘭燒啱唔啱？等你講玉蘭燒 ，Alice Wong、Lizzy、太子白貓、連氏太子，你不
你以为你的英文写粗话？我知道啊。臨時掉支白貓，結果咩落啦？掉支白貓，叫掉支白貓。我冇講粗話，係佢哋寫嘅。OK， 恭喜發財，衝過阿婆買咗嚟衝啊嘛佢。OK， 衝嚟啊！見他笑，我又寫一首呀，哎傻就是，跟你講。这是版权属我的，我就叫劉天球啊，卡巴星兒子啊，林柏星啊，郭冰星啊，還是羅一灣來啦，羅一灣，而家講完送玫瑰啊，咩送乜嘢啊？送梅菜嘛，講完貓送玫瑰、梅菜、梅薈，唔得送啊，啊 ，OK。請件包，不搞笑，不搞笑嚇，冇雕藝啦。啊，你講輪盤咯，好好贏，全部係老千嚟嘅。我曾經去過韓國嗰個知祖島嗰時啊，我兩公婆啊，莊士忠兩公婆係要，仲有阿乜哥啊，個導演乜哥啊，咩兩公婆。仲有嗰個咩新時代嘅阿呢兩公婆啊，哇！都知祖島，誒，入到 hotel 嗰度 check in 呢，跟住你們晚上要不要賭錢啊？卡西諾？哎呀，當然要賭啦！啊，每個人一筆是$1000，還是500忘記了，好像500給籌碼你，一定要賭咯，好像500。要給到你100，你不賭呢，就要扣你100。你不進賭場，也沒有你100。去賭，咁啊，個個都審啊，你咪好似審電行咁樣審，係有審唔有審。得，結嗰度冇中，大家都冇中。第二輪，有中啊，最細嗰隻10皮啊中喎，嗰啲100皮佢又唔中喎。咦，二輪，佢唔單止一個零啊！佢仲有一個大波零啊，食到你一注啊，仲有個大波零啊！我就買，周時喺零嗰度啊！我話我老婆，老婆你唔好賭，淨係用我籌碼，我將500蚊賭啦，慢慢賭，我就擠零嗰度。叮叮叮叮叮叮叮，本來第個號碼叮叮叮，好似29嘅，一噔啊跳個零嗰度。俾我做咗50蚊，哎呀，記得原來個輪盤有作怪，有古怪，有秘密嘅，一撳佢又，你明明中19號嘅，定又走喺第樹，唔小心喺底零嗰度，又俾我中到，我就包圍嗰個零啊嗰度7、8個號碼，結果我贏咗400幾。加埋我老婆，我1400幾，我朋友將佢冚唪唥輸晒。人哋輪盤嗰粒紙，嗰個色啊，好純噶嘛。一到差唔多停嗰時，佢就 S 咁啊，一中啊8號啊，8號300幾蚊嘅跳起嚟，叮又行翻出嚟，真係好嘢，掌聲鼓勵。知祖島啊，知道 OK 了嗎？知祖島真的，奉勸你們不要去賭，他一定要你賭的，你不是進去玩一下啦？還有烏條胸肉啊，輪笑啊！講起韓國知祖島啊，佢有一條路啊，好奇怪，一世人啊，你冇親眼體驗，你唔知道上斜啊，好似小雲頂啊，我呢度啊上斜係咪？好斜下噶。咦？你個車死咗火係咪？停喺度，有人坐成路巴士啊，死咗火。OK，我這是啊，감사합니다。감사합니다。你個茶，我話啊，乜事？嗰度巴士慢慢行上去啊，死咗火添喎，你慢慢上去啫喎，一路5分鐘上到頂嗰度，哇！
掌聲鼓勵。在hier啊，小事兒啊，點啊？如果大家有去過韓國知道就一定嗰條路叫做追鬼路啊，追鬼路。初冇人發現到呢條路係一個有好醉啊，好醉啊！翻屋企好似我咁樣 ，OK 喺山喺個斜坡嗰度停喺嗰度屙尿，轉身屙尿嘛。一屙尿咧，差唔多1分鐘啊，因為飲咗好多尿啊，好似我咁，成分鐘啊，一翻嚟，嗰輛車唔見咗，你知嘛？一望嗰輛車喺山上嗰度，咩嚇到佢冇？哇！佢連隨行路去嗰啲運多嗰啲馬達料噶咯，去報案。馬達一聞到好似隻燒咁樣咧，咁多酒味，醉咗啦。아가씨 나 너 감사합니다. 집이다. 굿다. 你睇我車喺打上高，冇辦法，就揸到警察車上去啦。一路揸上去嗰陣時冇停揸上，係佢嘅車喎，佢喺嗰度屙尿，點解車喺嗰度咧？收尾又褪翻落嚟。佢屙尿嘅地方有個墳墓。哎呀，감사합니다. 와카시 와카시 와，又屌嘅，嗰啲鬼整蠱你嘅，唔係話蛇，真係喎。你唔信你而家你死火，幾個警察真係死火嘅，一死火唔到幾秒鐘個車喐，一路喐到上高，而嗰個警察就信晒佢。後來呢條街咧。幾旺啊！兩邊全部擺檔仔啊，旅遊區啊變咗。如果小雲頂，我聽日坐摩托一死火咧，睇佢會唔會上去？我驚佢唔上啊，冧落山坑嗰度，你賠俾我。都一直粗口，我冇邊度講粗口。哎呀，冇啦，好少啦。講到呢個咚咚咚，好聽嘛，同佢講 ，OK 啊。朱來了，朱先生，看下有機會我們連播一下，連播又衰嘅，人哋打我打埋，打鳩埋你添。真的不出口。打招呼啦嘛，點係掉銀錢入來啊，而和平都走來咯，佢 keep 得笑開練到呢啲唔係粗口嚟嘅 ，OK？ 哇，很快啊，和平呢，你快到把人家名刪掉啦。10點半即係1個半鐘嚟到，今晚又好大 show 出邊，冇問題冇問題。我幫嗰人講就，我係要啲嘅時間100%先到咗啦，我就發達啦。而家有64%，仲爭36%，好快咁樣做，聽日70%嘅啦，做多2日100%啦。一拜嘛好死了，一拜嘛好死了。然後要運動啊，要做慈善啊，同志軍啊，日行一善啊，講日行一善冇用嘅，咁拿到。每一日以我的10條兵係咩？日行一善咯，屌！做咩年人就要派翻啊？人要多啊！最近 SOP 呢個冇中大嘅雅典茶粒要嚟講，要收個電換，I know 咩？烏條胸肉啊 ，OK 好，烏條胸肉，離線。人哋算命風水先生呃你10年8年，你媽哥，哎呦，等下我收到一個 message 啊，我的第4弟弟，看一下，這個很重要，這個不接不行啊！你看我的弟弟，我跟你講啊，阿嫂。
他没有叫我三哥，什么没有的。马上，或者是喂，你妈过年100岁，几时给她红包钱？每日广东公司要毛吹我一下。哎，我那里得看吹哦，千里迢迢用得夸招，好吗？要想办法回去过年，100岁了。那是我有100盒，100盒。多三鼓励他呢，我想办法。谁有认识 OCBD 啊？这个雪兰莪跟圣美兰州，我的家乡就隔一条河罢了。南来北往只有一条河，为什么过不去？跑到雪邦。去左边就是不给布兰路圣美来多，刚刚那条桥是10磅，不给布兰路斯兰莪西米兰教，你讲我怎么过去？游泳过去啊？一过圣米兰州，跑到还没到遥远的家乡就不落了，没有办法，不能回去。我妈妈又没有医我的，我都给他100块钱，好彩他没有医我的呢。大家去申请医我的，因为往后几年了，全部用电子钱包了，应该是对的。你看中国人没有人带钱出门的。而且中国的钞票啊，角啊，啰嗦的那些全部细菌啊，那些5块1块那些啊，要慢慢这样才看到5块来的，还有1块，怎么样？不行的，所以中国很少人用现钱的。坐摩托拜，一架摩托拜可以3个人的，去到那边，滴一下就可以走了。中国 ，China， Malaysia， Malaysia， China， 馬來西亞，時間馬來西亞，人家的疫苗早就打晒了，差不多新加坡打晒了，好多給佢打。馬來西亞還有電啊，電，因為要電3月啊，因為掉3月又變種了嘛，又冇效了，講到掉。哎呀，天呢，要變好。為什麼以前我們叫馬來亞呢？突然叫馬來西亞呢？因為哇，有新加坡進來，有文萊啊、沙巴、沙勞越啊，全部進來咯。你以為其他國家傻的咩？文萊這樣多石油啊！我要加進嚟撲街個國家，第一個他推出。文萊一流啊！你看住文萊，license還一次2塊錢，終身不用還了。你超過15年在文萊住，送你一個高腳 bungalow 獨立式的高腳那種。我朋友住在那邊了，我朋友跑去那邊養豬了。文萊可以養豬了。真的可以養豬賺大錢了！哎呀，人家國家的極好。哎呀，我們馬來西亞不給布蘭路全部不可以養豬了，我死了。然後呢，我講一點這故事，我不講政治。剩下沙拉瓦、沙巴啦、馬來西亞、新加坡。誒，不對路哦，點樣來的？這個新加坡全部華人，如果進來馬來西亞，不是華人多過馬人？Get out！叫李光耀吃自己，很多人不知道啦。我看了报纸，我以事论事。你可以问那个严江汉，他很知道通书达理的人。不要就不要了，我退出了。新加坡那时候很惨，一退出了没有水啊，没有水的，不是没有钱，没有喝的水。结果李光耀慢慢研究，把海水转为淡水啊！
海水蓝，清水淡，结果解决了。你看新加坡，以前新加坡跟我们1块兑1块，最多是1块兑1.1。那时候我去新加坡玩，1块我都不爽，怎么你在新加坡多我1毛钱？现在不要讲了，1块兑我们多少？3块多，这呸，太给利息了。我没有钱放利息，好怎样？那国家银行利息一直跌2.5，跌到0.8，有钱放在家里好了，放阿龙更好了。1个半小時，保持1000多個人。OK， 謝謝啊，謝謝你們拍視頻照，冇揼腳啦，圍門河，潛太高也是我 set 的。竟然講句話，哦，對，這首歌我跟你講，我一上場啊，我就 set 了，set 到4點，還沒有好的嘛，對對。set 到那個電波罷了，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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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鑼鼓聲，他那個 read 啦，國料很難彈啊。最難是了，哇！我打了3個鐘頭啊，歐根，我不是。一口氣打完了，彈完了，stop， 再接了，我再接了3個小時，可憐了。如果叫我二哥來啊，我跟你彈啊，你給我100塊啦，1晚，傻了。我講了1個半小時啊，今天我的1分錢都沒有啊，但是沒有就算了。不過這種消情敬老，新年到了，大家會做一點啊，咁啊，買啤酒要錢嘛。我的好處，我沒有把招牌錄出來嘛。哎，我的啊，我的電話我的，是吧？我看到親友，他還銀行的戶口拿出來，一流啊，咁少工作。真的一流啊！如果我这样拿出来啊，我命都没有啊！我几多女儿孙女啊！哇妈的我，哎呀，阿公你别这样下水我们呐！算了，无法时间我去找啊。自动点击 DIY 電影講句話。小心過來！啊，彈得不好的。世界上每一些人都係會講話，樣樣信氣係終極人最叻學講話。1 2 3 4 5，都係飛機下，你到了印度人嘅太保就有人查，本個人嘅母哪人得都有話，你到跟日本人嘅冚巴話，孟加利講話，幾幾阿茶，去到韓國唔怪以為昆山就撇得，樣樣都唔怕，最怕係講話。Oh yung bahasa bicara banyak susah. Okay 啊，最威你。陳涉換涉會責人愛學白客殺，就算百萬億馬打了樣樣都唔怕。嗱對咗起不對，錯咗起沙拉，坤到見實唐人就會喊咗馬打。Assalamu alaikum 你話嘅咩實話？潘氏夾橋月多龍啦，那種點解你講話？幾幾阿茶，去到韓國唔講而係會吸沙米達，樣樣都唔怕。最怕係講話，我用bahasa bicara banyak susah. Wow.
嘢，好嘢！记住，过年后我们来联播 ，OK？ 太婆等陣，太婆等陣。世界上每一些人都係會講話，樣樣信義係種嘅人最得好講話。1 2 3 4 5都係飛機下，你到認同人嘅太婆就係亂查，本來人的母的人的都有啊。你到跟日本人嘅冚巴話，孟加利講話，自己係阿插，去到韓國唔怪意外，為冚沙面打，樣樣都唔怕。最怕係講話，用bahasa bicara banyak susah. Terima kasih. Arigatou gozaimasu. Kamsahamnida. Rumor nandri. Bokai. 多謝大家，多謝阿蘇班友先，多謝。哇！总共7个小时，哎，只有我能够做得到。我真的很用心去做，为了省阿满，我省这个版权。OK 阿满讲，阿满讲 OK， 我順晒你噶啦，阿滿，我下半世交俾你噶。李桂龍俾李建龍啊，啊 ，OK，thank you。嗱，今年嘅運程呀，是嗰啲風水先生，我唔知係唔係，又冇電，我點解要開呢個電嘅？睇唔到嘢。好啦，暫停一下，講下嘢。啊，講嘢咧，即係都需要音樂。啊，我跟你講，肖鼠的今年呢犯太歲啊！屬鼠嘅啦，唔好成日同屬蛇嘅人一齊啊！如果喺一齊咧，哎呀，都講係蛇鼠一窩噶啦，啱冇？啱你。屬牛嘅咧，今年咧就脾氣收起嚟，啊，唔好成日發啲牛脾氣啊！睇到啊，人哋睇到攞潑扇嗰類人啊，快啲閃開，因為牛魔王啊最驚係鐵扇公主啊！嗱，今年屬老虎嘅人咧，我小心啦，小心屬豬嘅朋友。啊！呢個屬豬嘅朋友成日幫你講，誒，我冇女啊，同你借女啊，喂，係呃你嘅，因為咧佢係扮豬食老虎啊！嗱，屬兔仔嘅今年最好咧，冇災冇難啦。屬兔嘅人最後點樣？冇災冇難，希望唔好再講冇災啊，冇難啦。逢凶化吉，兔氣揚眉啊！屬兔啦，掌聲鼓勵。好似我老婆屬兔噶，屬龍嘅咧，凡係人哋講嘢咧，就左耳出右耳入，右耳入左耳出可以嘅，或者係炸低聽唔到炸龍啊，因為咧屬龍嘅咧就唔好去揾屬豬嘅人啊，不過都可以揾屬豬嘅，因為俗語有話豬籠入水啦嘛。屬蛇嘅咧就係要避開嗰啲屬龍啊、屬鼠嘅人啊。如果你喺一齊咧，梗係沙哩龍蟲啊，沙哩龍蟲啊，蛇鼠一窩。但係睇到攞棍嗰啲咧啊，你可以去招呼佢啦。因為點解要大沙水觀爽啊？屬馬啲人最威水啦，威鳩水啦。今年屬馬嘅。尤其是係馬來人啊，住喺馬來西亞啦，對住馬車路啊，門口種一棵馬打古精啊，要支持馬哈爹啊，食多啲馬巢芥啊，屬馬嘅人，呢個屬羊嘅咧，哇！今年啊個疫情啊個關係咧，嗱開隻檔，屬羊嘅人啊開檔啊做生意，唔好開大鋪頭喺街邊擺檔
啊，但係要不得你啊禮信啊，一本萬利無本生意，捉多啲嗰啲博子叫啊、流浪狗啊唔使錢嘅，劏開去掛羊頭賣狗肉，屬猴馬騮檢驗咧，有捱窮馬騮後練習，涉足孫悟空，做解孫悟空麥克練都冇，練骨一條。嗱，縮計啊條，縮計啊師傅後練檔破財啊，唔得賣萬事，唔得賣萬事，乜嘅萬年啊，睇菜多喉嚨啊，做嘅計嘛，屍胎計紅啊嘛，對冇度，羅一萬兄嚟冇度，嗱要數200叫羅一萬叫嘢，哎呀，嗱縮叫嘅咧就捱咯。因為我哋要犯太歲，十個太歲呢 ？OK， 十個太歲凡事唔數講啦。師傅講，要嚟十對吧？要兜轉去家人開節廟會啊，3月份啊，要2月份啊，3月4月佔太歲啊，外母一世歲嘅，豬籠1歲，我貼咗2000叫啊，縮叫十太歲，十個太歲呢？凡事唔數講。叫上眼行要條路，創多啲阿收過嘅客家叫王、雕喵王，11、9、12直播得人走啊，最後係屬豬啊，屬豬咧，最後一條屬叫嘅嘢，做朋友，你話多。主叫朋友咩？係嘛？嗱，千祈唔好相信語言，千祈唔好相信語言啊！屬豬嘅人，語言咧，語言靠得出，豬馬會上樹啊！咩嘢啊？人哋講12生肖要分去12擺啊！一擺係半個鐘頭，10分鐘就講晒啦！掌聲鼓勵，掌聲鼓勵！做到11點好了，用腰結，我拿談同我偏言啊！阿蕭、擔潤星求咩過名啫？啲你成日揼腳，唔好成日揼腳，就得苦。意思苦哦，定坐喺度，唔好摁腳。OK， 戰梅法，Peter Mix， 很厲害咧。我係成身死晒個口唔要死啊！我跟你講，我相信我呢個直播可以做到80歲。哦，80歲你話好耐咩，大佬？而家加3歲78。80歲多2年啊嘛 ，very good 咧，咁樣都唔俾我揾食，70幾歲冇人請噶啦，邊個請我？冇問題係啦，要阿 K 拉，行到 K 拉，而家做咩都唔得噶啦我，多謝阿爽呢個楊有才，乜嘢有才，楊有才，乜嘢有才，得個楊有才。佢帶我入呢個網絡世界，無端端啫，3年揾咗幾十千，咪早都餓死老婆溫臭屋，分得出低志強，最緊要 Manchester 啊！我踢足球咩 Manchester 曼聯係咪？OK， 在香港還有15分鐘，10歲啦，還有錢邊能贏？買個嘢掂買一個啊！我現在寫了一首歌，那天中版權我很不爽，我很喜歡唱這首歌。我從小啊，12、13歲我都聽這首歌，聽到後來有人關唱片，誒，我又唱，哇！我就拿這個音樂，哎呀，
糟糕，拿到康桥的音乐，立峰版权，我跟立峰赚这样多钱都没有用，一讲钱是感情。我写的阿婆妈出去重唱，我还要给他200块。你講係咪捉蟲葉師傅？沒有辦法。如果南方就好了，國亮還教我，阿生講閃手手，條舌密載，一吉他唔愛，啊，有啲歌門都扮過，有啲扮過嚟，唔同咧嘅聽到都地的唔到嘛，一定要 key 夠班特 key，speed 福弱啲。搞完啦，風裏碌壓佢。多謝國亮 ，thank you，謝謝你。國亮，我真的羨慕你有個干老闆，沒有 Mr. 干。我跟你講，我在立峰，衰衰的做了20幾年了，栽培幾多歌星，秋氣沒有我客家歌，他那裡紅啊！他就講，再講係冚翻上去，阿婆買唔出。然後我進去，我栽培白天鵝，白天鵝樂隊通街知道咗，唔識話你笨啊，要紅起來。然後還有很多歌星沒有歌唱，選不到歌。譚順成、黃鳳鳳交給我，我都寫什麼皇帝太監、酒家女的啊歌曲，賣到幾年後啊。然後新年客串串燒。那誰做串燒？立峰張少林第一個，掌聲鼓勵。我選了一首歌，那時候我很小就看那個歌台啊，流動歌台。那時候我12歲、15歲，就聽人家唱一把扇子嘛，呀呀喲，我怎麼扛起來呀呀喲，我就拿出來改。哎，我又沒有歌譜啊，我的是大連的大連雞頭，唔係大連雞頭，大連機構嘅田明兄，你能夠不能夠找那個崔東吹，他的原名歌名崔東吹？哎，少年，你什麼歌我都有了，我的歌書哇，整個貨倉，什麼鬼唱片，馬上第二天叫我去拿歌詞，複印了崔東吹，我就改。現在流行到現在啊，大家不知道是我找出來的。田明演付我，爆竹啊聲聲響，叮叮嘣砰，你能當了咚鏘了咚咚咚咚鏘，就是阿叔啊，掌聲鼓勵一下。阿叔找出來了，一把扇子嘛，呀呀喲，我就改了，爆竹的聲聲響，乒乒乓乓砰，這是阿叔嘅，是的啊，七個隆咚乒乓乓，噔噔噔砰。穆斯林軍來飛起，嚇到咩槍槍？哎，阿洪燦，我不是車大炮，我是講以往我的經驗、我的事實、我經過的東西。你查給我看到你怎麼查？你要找話題查。所以人家叫我鬼才，我說港都啊國寶。馬來西亞國寶就2個罷了，一個是賴明一，一個是張少林。哦，我不知道啦。一聽到國寶呢，死了時候呢，那棺材不用錢了，有人 sponsor。我在10多年都聽謝玲玲講，大哥，要不然我哋行運了，人家死了是死無葬身之地。我們可以葬在富貴山莊，呸！哎，上人巴誰的？沒有哦，那個總裁啊，鄺漢光的嘛，他搞得好輕鬆。你哦，鄭錦昌哦，黎明咯，李毅咯，唔知哦，連埋佢謝玲玲，我做嘅。鄺漢講，凡係好出名嘅國寶級啊，係冇例子嘅，菲律賓嘅墓園，哇，紀念爽啊！掌聲鼓勵哦！今天不要掛。
藏在哪里？藏在哪里？富贵山庄。後生啊！隻，誒，要順應啊，大佬，要順應數生咯。怎么样？怎么样？有机会，有没有谁有烧啊？哦 ，hello， 完了 ，hello， 哎，这个毛衫啊，你有毛裤吗？我好知衫 ，hello。mau quá trời lùng quá nè alo đúng không chào chị của để bố bạn thấy màu sắc thứ con thấy không hiện tại hiểu mà Internal opening. Hello. 现在有没有声？有声的收上，Sound system。声有很小声。哎，哦，喂，好吗？好，没有 ，Hello。手语啊。不用稍等。好，上。你看他又上了。哦。Internal clothing. For internal clothing, what is that clothing? Internal opening. 啊，现在有没有 internal opening？你先 open
now. Hey, try. The lady said, listen, opening. Tạm nó nhìn nó hỏi cô. Tao mới bổ sung. Quan giao ra thuộc. Hello. Continue lah. Kita continue lah. Hello, continue lah. Continue lah. Internal clothing. Why you closing my internal? Internal opening. Nó giờ opening mà. Ồ. Sao đó? Now. Hello, answer me. Now. Now. I go here. Đọc nha, những cái chiêu 什麼嘢牌啊？都知啊。